泰安初年，北离境内纷争不断，又逢3年大旱，再遭水患，以致民不聊生，饿殍遍地。道乃神仙术，不受人间苦。我看，不如你随我修道吧。神仙术，神仙，你能救他吗？修道是否成仙，不看我，看你。法有3成，仙分5等。天仙为神人，居于云中，神化轻举；神仙为仙人，莫生莫死，神通万化；地仙为道人，长生不死，陆地游闲。三蛇岛外蓬莱仙，百里城主和我说的就是这地仙。侯爷莫急。地仙下还有人仙，人仙想延年益寿，却终得一死。可这样的人仙，世间着实不少。青城山几年前仙氏的掌教吕素贞是一位，你眼前又是一位。国师，你已成仙，那你就更该为我分忧了。若真以无上仙途所说，我的确已位列人仙，但是按照世人所说的长生不死、羽化登仙，我的资质还远远不及。
那位蓬莱岛上的所谓仙人，可能便是世上真正存在的一位地仙。这世上竟还有资质强过你国师之人，也怪不得百里城主偏要去寻他。由此说来，那被百里城主诱过而去的另一人，我也就放心了。但还有一种可能。当年老和尚火烧罗刹堂，就只留下了这一幅画，也是罗刹堂如今留下的最后一门武功——心魔引。心魔引？是的，这只是上府，地狱传道图。心魔引分为2篇，上篇可见己之心魔，下篇能观他人心魔。老和尚或许是觉得上篇能渡人，所以留了下来，而下篇，就算我曾经习得过，却也知道是很危险的东西。唉，师父用心良苦。老和尚就是想得多。但愿这地狱传道图能换回月姬施主的神智吧。师弟，你之前说还有其他事情要做，答应了一位女施主，帮她做一些事情。哇，这就是大海啊！秋水时至，百川贯河，经流之大，两寺主崖之间，不变牛马。于是焉，河伯欣然自喜，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，顺流而东行，至于北海。东面而视，不见水端。想来我就是那坐井观天的河伯。今日见这东极海，才知世间绝境竟是如此啊！你怎么出来了呀？车里太闷了，出来透透气。海边风大，别把你这万金之躯吹出个好歹来，还是回去歇着吧啊！要真连这点海风也受不得，那也别想着去学什么仙岛了。既然我跟着，自会保他无恙。雷少侠若真关心你的朋友，就少惹些事儿，免得再连累人家。当日强行出手是我自己的选择，怨不得任何人。华锦姑娘以后莫要再说这些话了。你这人，不理你们了。其实我一直在犹豫，此行要不要叶若依姑娘与我们一同。我不过是提到了她的名字，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。若依姑娘先天心脉有恙，若我们真能找到那仙人，或许能根治也说不定。那她为什么不一起来啊？不知，或许是要和她爹一同回天启去吧。总觉得那丫头在计划着什么。她从小心思就让人猜不透，明明身子弱的风一吹就能倒，还那么爱逞强。哼，你说的是你自己吧？你和叶姑娘是青梅竹马？早就和你说过了，只是认识，算不得什么青梅竹马。
说好了啊，兄弟归兄弟，这方面我们公平竞争。谁要和你争那麻烦的要死的丫头？麻烦的丫头，又在说千洛的坏话了。大师兄，前面不远有一个渔村，天黑之前，我们要赶到那里。好嘞，出发。你们刚刚在聊千洛啊？是啊。哎，原本千洛师姐倒是要和我们一起的，谁知道如剑仙突然出现，要送她回雪月城呢。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去东海寻找仙山确实危险，三师尊不放心也是正常的。按照千洛的脾气，一定不会老老实实的回去吧？如剑仙前辈可要小心喽。不会吧？那可是如剑仙，还能让千洛师姐从眼皮子底下溜了？根据我之前的经验，最多还有1炷香时间，谢玄叔叔就会追上来。我必须在这短短的1炷香之内布置好一切。昨天刚下过雨，土质松软，我先假装从这里经过，留下向东的脚印，之后再踩着自己的脚印倒退回来，跃上北面的那棵大树。然而，光是这样是不足以骗过狡猾的追踪者的。跃上大树会在树干上留下痕迹，这当然是故意留下的破绽。所以我向北使出一枪锋来，造出向北面的，向北面突围的假象。而我真正的目标依旧是东面，没错，就是今天早上经过的那条河。顺流而下，河水会掩盖掉一切踪迹。而在那条河的下游，就是交通要道行塘镇。只要到了那里，嘿嘿，那就是天高任鸟飞，海阔凭鱼跃了。行动开始。想得美。谢叔叔，怎么这次这么快呀？您什么时候到的？就在你说狡猾的追踪者的时候。啊！我竟然说出来了！你说说你，这才几日啊，已经是第4次尝试逃跑了，就这么不想回雪月城？放弃吧，我答应了你阿爹把你带回去。要是让你就这么跑了，我这剑仙也白叫了。谢叔叔，有朋自远方来，何必藏头露尾呢？来了。你是那个？有什么话等离开这里再说。不知道那家伙能拖住如剑仙多久？那家伙，啊！
装神弄鬼。无心见过如剑仙前辈。我见这霹雳子似不要钱的撒，还以为是雷家补那小子。我不过是拿了些雷乌节的霹雳子防身，前辈见笑了。前几日在雷家见到你，说你曾力战炎战天数百回合不败，我还有些不信。今日一交手，果然是后生可畏啊！如剑仙谬赞了。你们这是受了千洛丫头所托，来救她脱离苦海的？确实是受了一位女施主的托付，不过，却不是千洛姑娘。是我。巴尔先生，大事不好了！有人举报父亲私窃国史，伪造图纸，大哥顶了罪。那大哥他不日便要问斩。我有一个大概的计划，或许能赶得上。风云瞬间变化，隐藏背后一场厮杀。一骑绝尘，踏碎风沙，一步一步剑指天下，斗志在心中燃起火花。冲破黑夜，劲风横扫荒野，一人疯狂嗜血，我为正邪。风吹残电，冲破黑与白的界限，日月乾坤冻结，用沸腾热血，将火焰熄灭，所有一切都被我终结，新的世界。